煞来，请收看人生的8点档。人咧讲，天讲，听憨来。月娘啊，无想要听，想要头脑空空。人咧讲，一枝草，一粒露，一个人煞一世人。做幸福，拍断手骨，颠倒勇。阮为着拍开心内的门窗，身躯拢是伤。人若说，真母啊，生菜粿。阮掠准去一出现，定定拢是假。2点钟就要过去，姊妹父母的人赶紧清醒。2点钟已经过去，两陪的模样变成一出戏。2点钟就要过去。姊妹父母的人啊，赶紧清醒。2点钟已经过去，两陪的模样变成一出戏。2点钟就要过去，姊妹父母的人啊，赶紧清醒。2点钟已经过去，两陪的模样变成一出戏。2点钟就要过去，姊妹父母的人赶紧清醒。2点钟已经过去。两陪的模样变成一出戏。人咧讲，大只鸡慢啼，阮是好酒阵红底。搁较有意义。